BFS DSE 2023 MC 第11題，依題有55%嘅考生答啱。就問呢，謝富同埋陳威係一家貿易商號嘅合夥人。如果陳威係有限合夥人，咁邊個有關嗰個合夥商號嘅陳述係正確嘅呢？首先呢，因為陳威已經係有限合夥人啦，咁所以謝富呢一定係一個普通合夥人嚟嘅。因為咧有限合夥咧係最少都要有一位普通合夥人嘅，咁所以謝富如果係一個普通合夥人嘅話咧，咁佢要承擔無限債務責任喎。咁所以咧佢話如果謝富退出咧個商號就要結束營業咧係啱嘅，即係喺一個有限合夥裏邊咧，如果普通合夥人咧即係要退出嘅話咧，咁嗰間公司都係會結束營業啦。而咧都係啱嘅，因為咧陳威係一個有限合夥人啦，所以佢唔會參與合夥嘅管理嘅。第三就係錯嘅，呢度講到話兩位合夥人嘅最高損失係佢哋投資嘅合夥嘅金額。咁換言之咧，即係佢哋兩個都係承擔有限債務責任，咁係唔啱嘅，因為謝富係普通合夥人啦，咁佢要承擔無限債務責任，佢最高嘅損失應該係冇上限嘅。咁所以3就係錯啦，答案係 boy，只有1同埋2。